喺呢個喧囂同混亂嘅時代，我相信能夠相遇，無論係喺現實定係網絡嘅世界，都係神嘅安排。呢個唔單止係偶然，而係神精心安排嘅一部分，係佢喺度呼喚我哋回歸佢嘅光明同真理。無論我哋身處喺邊度，無論我哋嘅故事點樣，只要願意敞開心扉，神嘅光就會照亮我哋嘅路，帶領我哋走回那最初的創造。同好多人一樣，我每日過住平凡簡單嘅日子，不過喺我生命入面，卻發生過一啲難以解釋嘅經歷，而呢啲經歷深深觸動咗我嘅靈魂。呢啲靈異事件係我無法用理性完全解釋嘅現象，但係我嘅心入邊，佢哋卻總係指向一個更高嘅存在，一位創造者嘅身影。對我嚟講，最重要嘅部分，從來都唔係嗰啲本身無法解釋嘅現象，而係嗰位造物主給予我嘅啟示同感動。佢總係提醒我，佢所創造嘅每一個生命，無論幾咁微小，都有佢獨特嘅意義。對我嚟講，造物主嘅好，先至係呢啲故事最值得分享嘅核心。佢嘅光輝同恩典，無論我身處邊度，總係讓我感到無比嘅溫暖同堅定。願神嘅平安、恩典、慈愛，時刻與我哋同在。喺呢個亂世之中，讓神嘅光能夠突破所有黑暗，引領每一位迷失嘅靈魂，走回到創造嘅原點。神說要有光，便是那創世之初的最美好開始，也正是我們生命的起點。